是为了秦国，母后不得不做取舍。不会，不会有那一日的。许多年不来了，原来这个院子竟如此局促。可不是吗？转眼这都快20年了。这里面怎么会如此昏暗、粗陋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母亲刚进秦宫时的家。后来母亲有了身孕，你父王就要母亲从这里搬出去了。这里这么局促狭小，怎好住人？我与你冉舅舅、奎婆婆，还有香儿、慧儿，我们就住在这儿。我们一无所有，却很温馨。秦宫里有的是宽屋大厦，母后为何要住在这么僻静狭小的院落里呢？因为母亲并不想过宫里人的日子。我原本打算着，有朝一日要轻轻松松地出宫，做个无牵无挂的人。出宫？对母亲来讲，无论是清贫还是富贵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有一个疼自己、疼孩儿的夫君。难道父王不是母后的意中人？进了秦宫，一切都变得身不由己。但母亲的确是因为有了你，才决定留在这后宫当中的。那母后究竟属意何人？黄歇，黄叔父可是母后的情之所钟。你黄叔父，论情，子歇该是母亲终身的心上人。但母亲与他发之于情，止乎于理。如今，他只是母亲的至亲。可不管是谁，都不该是那个义渠君。母后为何会倾心于那个戎狄蛮子？义渠君是个好男人，有情有义，侠骨柔肠。错不在义渠君，那错在谁？难道错在母后？母亲也没错，错就错在母亲的身份。这身份让母亲想做一个普通女子而不能。继儿，这些你都懂吗？孩儿不懂。你没有经历过母亲的遭际，自然不会懂母亲。你若要责怪，就怪母亲做了太后，仍难舍一个普通女子的初衷。这初衷，对外人是小，对母亲是大。对外人是可有可无，可对母亲来讲，却是取暖的炭火。假如为了秦国的社稷，面对大秦的社稷，母亲仍然是个女人。即便母亲与那个戎狄论过婚嫁，天下人妻无数，可大秦只有您一个太后。孩儿是怕，倘若有一日为了秦国，母后不得不做取舍。不会，不会有那一日的。太后，义渠君来了。
义渠君口干舌燥的，你们去给他温一壶酒吧。是。你午后去哪儿了？我到处找你找不到。我带继儿去了会院。你躲我？你为何要对他说那番话？有些事情你知我知就够了，何必故意去激他？对他说了又如何？他是秦王，得敢做敢当。哼，他不认我这个父亲倒也罢了，他竟然说他是因为继承祖业才做了这个秦王。这大秦天下与我这夷狄之辈根本无关。你们两人针锋相对，明明是一家人，却要搞得剑拔弩张，何必呢？他眼中早就没有你我了。他当上了秦王，他以为他就可以对我大呼小叫，颐指气使。好啊，既然他长大了，娶妻生子了，你我算是对他仁至义尽了。我们跟他分账吧。什么分账？分开过。按照草原的规矩，孩子长大了就要分给他牛马财物跟人手，让他出去另立一个营帐。你我也不让他吃亏。嬴稷登基的时候，秦国有多少土地，就给他多少土地。你的意思是，从楚国，还有自韩赵魏等国取得的100余座城池，都不给继儿？那些城池都是你我及兄弟们打下来的，与这小儿何干？不可以分账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义渠君，这么多年，我们既是家人，又是君臣。论君臣，我和继儿，因为有你等臣子帮衬，才能共治天下，才有了今日大秦的强盛。论家人，我们如十指攥在一起，才能松萝共倚，同舟共济。若照你这么分账，就会变得不堪一击。这么多年，你和继儿虽有龃龉，但总算是相安无事，怎么能说分就分，说拆就拆了呢？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你总巴望着至亲骨肉都能聚在一块儿。月儿，你我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说你想怎样就怎样，我说过你吗？我管过你吗？可眼下不是我要分了这情分，是你儿子嬴稷先动了手，他容不下我，有一日他也会容不下福儿。在他的眼里，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成一家人。你先让一步，我也会劝继儿让步。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，你也别太执拗了，就当是看在我的份上。恐怕这件事情你已经管不了了。你让我试试，好吗？那你就告诉他，马上放了我的人。